首先，我们看到阅读题型里面的单句的阅读，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类题里面的第一题，我出门没带到钱，我不讲老点头家。接下来这个是最后一个空格，这个空格呢，我们必须要依照这一句话里面呢，选出适当的词汇来把它句子补完。在这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在于没带到钱是没带到钱，没有钱；我不讲是只好不得已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它的选项：一，查私是赊账的意思；二，低私是记账的意思；三，是钱是用钱的意思；第四，减钱是付钱的意思。我们来看，你既然没有带到钱，那不得已会跟老板怎么样？一定是赊账，所以我们答案就是选一。我出门没带到钱，我不讲老点头家查私。阅读题型里面的第二小题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题目例题是这样的：我要去甲约嘅来说，一句话留下辈那只甲嘅意思强用。它考的是意思。这个和这个华语和这个字跟下面哪一个和的意思呢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，甲药的是配合药，是把药呢把它混合在一起，搭配互相搭配，让药性可以用在医治病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甲该的这个甲，它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交界，就两笔土地之间的交界。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，合作，合作是合作，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一件事情。第三，合身，合身是合身，是指衣服很符合我们的身材身形。第四个选项，合衣，合衣是很符合我们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看这四个选项里面，只有选项二的意思是跟这个甲要的甲的意思比较接近，所以我们是选答案是二。